讲到高雄金金河爱河灯会真正是有够闹热，这个艺人安心也唱歌兼跳舞，炒热气氛。市长还讲，如果以神秘嘉宾的身份，让布袋戏素还真出场，和民众呢赞叹连连。大家各区这个会顶也好，沿路有120担这个摊贩呢，吸引30万人去遐看。 安心爷唱歌兼跳舞，现场气氛真热，有新一代男神吴思贤接力表演。所来出场的神秘的嘉宾，高雄市长韩国瑜让布袋戏素还真。我是武林盟主素还真。高雄金金河爱河灯会2月7号正式启动。2019爱河灯会金银河正式开始。今年高雄灯会打造霸地的造型灯，代表2019诸事大吉，好运财富拢总来，也有金银财宝的夜市啊！一直持续到2月20日的高雄金银河灯会开幕的头一天，就吸引将近30万名游客到现场，应该是闹热滚滚。